本港樓價連升9個月，升至近2年高位。有分析認為，近期地緣局勢緊張，令熱錢流入本港，預料短期將會繼續利好樓市氣氛。本港銀行拆息回落，樓市氣氛持續回暖。差餉物業估價署公布，2月份私人住宅售價指數按月升1.5%，升幅較1月份擴大，按年升7.7%，指數升至2024年4月以嚟嘅高位。2月份所有面積分類嘅單位都錄得按月升幅，除咗1722平方尺或者以上嘅單位，其他面積分類單位升幅都超過1%。今年頭2個月樓價累升2.6%。有分析認為，3月以嚟中東地緣局勢不穩，令到部分熱錢流入本港，令到本港銀行同業拆息回落，同拆息掛鈎嘅按揭，即係 H 按嘅實際利率下降，短期會繼續利好樓市氣氛。咁現時我哋見到個中東戰事就導致有啲熱錢流入香港市場。咁近期見到嗰個1個月同業拆息都向下回調咗唔少嘅。如果從個高位比較，都跌咗超過1%啦。咁整體嚟講，如果再向下跌嘅話呢，就會導致嗰個按息係會向下調嘅。咁啊，未必係嗰個 P 按跌先會導致嗰個按息向下調。咁呢個對於市場個整體購買力都會係多返啲啦，刺激到一啲用家同埋投資者去入市嘅。全年我哋預計整體個樓價係會升8%至10%嘅。租金方面，2月份按月微升，繼續破頂，按年就上升4%。分析認為，政府各類人才計劃令到勞動人口同埋高收入人士規模稍為回升，對住宅租務需求持續帶嚟剛性支持。預料今年租金走勢會平穩發展。無線電視記者盧平報道。